Lucas 做出那個決定的時候，他正坐在悉尼大學寄來的錄取通知書面前。那封信已經在桌面上放了3天，信封的邊角因為反覆拿起和放下已經出現了一道折痕。他不需要再閱讀信中的內容，因為他已經記住了每一個關鍵信息：專業、開學日期、獎學金金額。那是一份在大多數人眼中堪稱完美的錄取結果，是無數人花費數年時間準備、申請、等待才能換來的確認函。但他把信放在桌上，沒有在簽字欄裡寫下自己的名字。他後來在一次簡短的對話中向張柏芝提起這件事，他當時正在廚房裡整理餐具，聽完後沒有停下手中的動作，也沒有立刻表示支持或反對。他只是說了一句話，語氣平靜：那你想做雜麼？那個問題本身不包含任何預設的答案，也不包含任何對悉尼大學的評價。Lucas 說他想去音樂學院。他在說出這句話之前已經準備了很長時間，在心裡排演過很多次，但他仍然不確定這句話在說出口之後會落在什麼位置。張柏芝引完後沒有馬上回答，他放下手裡的餐具，轉過身嚟看了他一眼，然後說了一句：那就去做你喜歡的事。他沒有問你確定嗎？沒有問你考慮清楚了嗎？沒有問如果將來後悔怎麼辦？沒有問任何一句可以用來延緩決定的問題。他只是用一句陳述句完成了全部回應，像是在確認一件他已經觀察到很久的事實，而不是在批准一個需要他授權的決定。他在說完那7個字之後轉過身去繼續整理餐具，像是剛才那句話不需要任何額外的注釋或停讀來被確認。他的動作沒有因為他所說的話而中斷，甚至連節奏都沒有發生可被察覺的變化，像是那句話早已在他心裡放置了很久，只是恰好在這個時間點被拿出來放在桌上，不需要再進行任何調整。Lucas 後來在一些訪談中提到過那個時刻，但他的描述大多限於事實陳述，沒有添加情感上的修飾，也沒有向他人展示那一瞬間的全部細節。他當時站在廚房門口，張柏芝背對着他，語氣和平時討論家務時未有勾別。他在走出廚房後給悉尼大學發了一封回信，說明自己將不拒接受錄取。他在寫信的時候沒有猶豫，因為他已經確認過那個決定在他的判斷中是完整的，不需要再通過重新閱讀信函來確認自己的選擇是否正確。他在按下發送鍵前沒有再次徵詢任何人的意見，也沒有打電話給張柏芝確認他是否真的支持他的選擇，因為他從他說話的語氣中就已經接收到了全部信息，不需要再通過額外的對話來確認他已經表達過的東西。那封回信發出的時間是在傍晚，窗外的天空正在從藍色過渡到灰色。他在按下發送鍵後沒有檢查收件箱是否收到了發送成功的回執，因為他的郵箱設置中已經配置了發送確認功能，不需要通過手動刷新嚟確認郵件是否已經成功送達。張柏芝在那次對話之後沒有再主動提起這件事，沒有向 Lucas 確認他是否已經正式拒絕了悉尼大學，沒有詢問他是否已經開始準備音樂學院的申請材料。他只是在某次整理房間時路過他的書桌，看到那封悉尼大學的信已經被收進了抽屜，沒有多問一句。他在經過時看到了那封信所在的位置，也確認他已經從桌面移動到了抽屜內部。那封信在抽屜裡佔據的空間與他在桌面上時相同，不會因為存放位置的變化而改變它所包含的內容。他在路過時未有停下來打開那個抽屜，因為他在經過時已經確認過它的位置，不需要通過觸碰來重新確認它仍然停留在原來的位置，也不需要重新打開它來查看其中的內容是否發生過變化。Lucas 在申請音樂學院的過程中，沒有向張柏芝透露太多細節。他在準備作品集時也保持着獨立的工作狀態，沒有詢問他的意見，沒有讓他聽他的練習錄音，也沒有向他展示他選定的曲目列表。他在整個申請期間也沒有主動要求查看他的進度或提出修改建議。他只在某個晚上路過他房門時，
站在走廊裏聽了一句危衝門縫裏傳出的琴聲，沒有敲門，沒有打斷，沒有在他演奏結束後給出評價。他在走廊裏站了大約2分鐘，然後走向了客廳方向，沒有在音樂停止後停留。他不需要告訴他聽過，也不需要確認那首曲子是否完整，因為他已經確認過其他事情，包括他的練習時長已經超過了他平時慣常練習的時長，而那首曲子的彈奏速度也比他上次聽到時更接近原曲的節奏標記。這2項變化已經在他的聽覺範圍內被記錄完畢，不需要再次確認。音樂學院的錄取通知到他的那天，Lucas 沒有用誇張的方式向張柏芝宣布這個消息，他只是在那天晚飯後的間隙，把信放在了餐桌上他常坐的位置旁邊，然後像平時一樣繼續做自己的事。張柏芝在收拾餐桌時看到了那封信，打開閱讀後，沒有發出感嘆，沒有擁抱，只是抬頭看向他，說了一句：那你現在可以開始認真做你喜歡的事了。他在說認真2個字的時候，加重了一點點語氣，像是在提醒他，他已經給了他選擇權，而現在他需要自己走完接下來的路。他沒有誇他有多優秀，沒有強調這個錄取結果有多難得，也沒有告訴他有多為他驕傲。他說出那句話時的語氣和他那天在廚房裡說出那就去做你喜歡的事時幾乎相同，平靜的、確信的、接近陳述句的語調。他在說完那句話後繼續收拾餐桌，把碗碟放整齊，沒有因為那封信的到來而延長停留的時間。Lucas 在音樂學院的第1學期結束後，在一次非常規的場合中被問及張柏芝在他選擇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他回答時的措辭簡潔，不包含修飾語。他沒有幫我算，他只是讓我自己算。他用讓我自己算來替代支持我算，把焦點從他同意轉移到了他提供了空間。他在回答中沒有使用愛或尊重這樣的詞來描述他的行為，只是用動作和位置嚟界定那段關係。他沒有替他算，他只是讓出了那個位置。他在描述那個過程時，甚至沒有提及做你喜歡的事那句話，只是概括了他在那個環節中的位置，站在廚房裡，背對着他，沒有轉身，也沒有靠近，只是在他需要確認的時候提供了一個可以返回的坐標。他在之後也沒有再詳細展開那段對話的內容，因為他在回答時已經確認過他不需要被重複敘述，那段對話本身的結構已經足夠清晰，不需要增加額外的注釋來幫助聽者理解。張柏芝在那段時間裡沒有向外界分享他對 Lucas 選擇的看法，沒有在接受採訪時主動提及他的學業方向，沒有在社交媒體上發布過任何關於他拒錄或錄取的內容。他在那段時間的公開露面中保持着與往常一致的發言節奏，沒有因為那個選擇而增加或減少關於家庭的表達。有人曾在一次活動間隙問他對孩子教育的看法，他回答的內容不以 Lucas 的具體選擇為例子，只是說每個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他在說出這句話後沒有看向任何方向，也沒有在句末停讀來等待掌聲或追問。他在回答後不久就離開了那個場合，就像他當初在廚房裡說出去做你喜歡的事時一樣，不等待反饋，不檢查結果，只是在出口之前確認自己已經提供了正確的方向。他沒有回頭看那個提問的人是否存有後續問題，因為他已經用那句話完成了整個回答，不需要再回頭確認提問者是否已經理解了他的意思。Lucas 在音樂學院的第2年開始參與一些小型的公開演出，張柏芝沒有出席他的任何一場演出，他沒有主動邀請他，他也沒有提出要去。他在某次通話中順帶問了一句最近有演出嗎？他回答了時間和地點，然後補充了一句不用來也行。他聽了之後回了一句那你自己好好演，沒有確認自己是否會在那個時間出現在觀眾席上。他後來是否去過他的某場演出沒有人知道，因為他沒有被任何人在觀眾席中認出，也沒有在演出結束後出現在後台。他可能去過，也可能沒有。
他在演出後沒有問過他是否在場，因為他不需要通過確認他在觀眾席上來驗證他的位置。他在廚房裡說的那句話已經足夠複合所有需要被確認的距離，不需要再通過座位的位置嚟重新測量那段距離。他的表演已經完成，而他是否在場並不影響表演本身的質量，也不影響他對表演的自我評估。Lucas 在音樂學院的學習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包括在每次演出前都會提前到他場地熟悉舞台，這與像柏茲登台前的習慣相似。他沒有刻意模仿他的方式，也沒有在練習時想起他的行為，但這些習慣在他身上自然而然地出現了，像是通過某種不需要言語傳帶的途徑，被他從他的日常生活中複製下來，放進了自己的節奏裡。他在一次彩排列速後被人問及是否有人影響過他的工作方式，他想了一下，說可能有一些習慣是自己長出來的。他沒有解釋那些習慣是從哪裡長出來的，但他說自己長出來的時候，沒有使用學習或模仿這樣的詞，像是在描述一種不需要主動吸收就能發生的過程。他在回答時也沒有看向任何方向，像是在辨認一段不需要被命名的時間跨度，只認那些習慣的源頭，而不需要引用他們開始的確切日期。像柏茲在那句話被廣泛討論之後，仍然沒有對那個選擇做出任何額外的解釋，也沒有在公開場合中引用那句話嚟說明他的教育理念。他在一次被問及孩子成長的話題時，說了一段話，長度大約30秒，沒有提到 Lucas 的名字，沒有提到悉尼大學，沒有提到音樂學院。孩子長大的過程裡，你不需要替他們走每一步，你只需要在他們不確定的時候，讓他們知道他們可以自己算。他在那段話中使用了你可以自己算這個列扣，和他在廚房裡對 Lucas 說的那就去做你喜歡的事使用了相同的句式，像兩段被寫在不同時間的文字使用了相同的標點。他在說那30秒的時候，視線落在主持人身後的某個固定位置上，與他在廚房裡說話時沒有看向 Lucas 的方向相同。Lucas 在音樂學院的第3年，被要求提交一份關於自己成長經歷的簡短陳述，用於某個校內項目的介紹。他在陳述中提到了那個決定，把像柏茲的那句話概括為7個字：他讓我自己算。他在陳述中沒有詳細描述對話的細節，沒有提到廚房、餐具和那封錄取通知書，只用了那5個字來標記那個轉折點的位置。那些字出現在他提交的陳述中，成為他對那段經歷最簡潔的總列，不需要額外的段落嚟展開，因為那5個字已經包含了所有需要被包含的內容。他在提交那份陳述前沒有先給他看，也沒有告訴他寫了什麼，因為他確認過他不愧需要校對。他不需要檢查他的作業，就像他不需要檢查那個決定一樣。在悉尼大學錄取通知書被收到的那天下午，Lucas 確實曾經坐在房間裡看着那封信思考了很久。他在那個房間裡獨自待了將近1個小時，中間沒有出嚟倒水或去洗手間，只是坐在桌前。他後來打開門走出來時，手裡沒有拿着那封信。他在經過客廳的時候，看到張柏芝坐在沙發上翻一本雜誌，沒有抬頭看他，也沒有問他手裡的信去哪了。他從他面前經過，走向廚房方向。那個時間點大概是他做出決定前的最後一個準備動作，而他的腳步聲在走動過程中未有被打斷，也沒有因為需要停下而改變原有的節奏。他在沙發上翻閱雜誌的動作沒有因為他的經過而暫停，也沒有在確認他已經經過後加快翻頁的速度。他走進廚房後站在他剛才站立過的位置，那個位置比餐桌更靠近窗口，而窗外的視野讓他在說出那句話時可以看到樓下走道。他在2年後回憶起那個下午時，已經不再保留那封信的電子版，也沒有收藏過他的打印件。他只能確定那封信曾經被閱讀過多次，直到他的內容不再需要被重新查看。而那些被閱讀過的內容，在他決定拒絕之後，已經不再具有影響他選擇方向的能力。
他從那個房間走出來時，那封信的折痕已經與最初的折痕方向一致，沒有產生新的節奏。他把折好的錄取通知書放回了當初裝他的信封裡，然後將信封夾進書架上的兩本書之間。他在放入後沒有為他貼標籤或做記號，也沒有再打開那兩本書來確認它是否存在原處，因為他放置時已經確認過它的位置不會因為書本的移動而發生偏移，而書架的重心分布也不會因為它的存在而產生改變。